你这个人几个意思啊？你挡在我前面啊！小娘子肚子有福气，我蹭点运气嘛。哎，姑娘再看看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办人不好要办公公，哪有这么好看的公公？你我结缘，实配夫妻。且缘不合，便是冤家。小则以言漱口，大则侧目生嫌。心若相增，如狼羊一处。有生之年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埋年女人似颠簸，福愿娘子千秋万岁。你且小心有埋伏，原来是藏头诗。请。君王殿下，你原来在这儿。我家姑娘呢？晴儿，听我说。你还要说什么呀？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姑娘被赶出去了。我就要问问君王殿下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至宝，特命君王李清流与兵部侍郎之女杜小仙于3日之后成婚，钦此。什么？君王，君王，臣接旨。君王不用担心时间仓促，吏部上下已经全力督办此事。袁相特意吩咐，说陛下在昏迷之前还下了另外一道口谕：大婚之前，君王万万不能出府。多谢提醒。